你把我放在死亡的塵土中。詩篇22篇15節。你我嘅屬靈視力都唔係好好，只有神先至能夠睇得完全。但係神通常會話俾我哋知應該睇啲乜嘢。當佢咁樣做嘅時候，一般都係動工完畢之後。從詩人嘅話，我哋睇見嘅係悲劇、心碎同失望，係我哋對環境嘅理解。但係呢個不盡然係全幅嘅畫面。神睇見嘅係所有行動同環境，點樣配合佢榮耀嘅大計。好多時候，當我哋事後回頭一看，先至會恍然大悟。但係未來嘅事，邊個能夠料到呢？所以我哋唔知道，但神知道。呢個係我哋必須要知道嘅底線。既然我哋冇遠見，因此當處喺混亂同失望嘅時候，就需要等待神話俾我哋知，佢正在行嘅事係乜嘢。假如耶穌喺十字架上宣告呢個詩篇嘅時候，我哋就會喺現場，可能會好似門徒一樣，以為夢想已經破滅，死亡再次得勝啦。我哋亦都可能會逃走，儘管呢首詩歌嘅全貌印證咗勝利嘅事實，但係我哋卻係只睇見眼前嘅失敗同摧毀，因為我哋只能夠睇到表層。但係神只要求我哋信靠佢，佢嘅眼光能夠洞徹過去同未來。從挪亞到大衛，從以賽亞到但以理，從約書亞到約翰，每一頁都呈現住宇宙嘅兩個層次。我哋唔懂得神嘅作為，除非佢話俾我哋知。我哋嘅猜測對事情嘅真相只有少少嘅影響，大部分真相都向我哋隱藏咗起嚟，係神特意隱藏起嚟嘅。點解呢？因為信靠係一個動詞。如果我哋對一切都一目了然，就冇信靠神嘅需要啦。一旦冇咗信靠嘅需要，就冇咗親密嘅關係，徒留機械化嘅行動。你是否留意到呢一則嘅詩篇，作者大聲咁講，係神將佢置於死地呢？呢個唔係一場意外，亦都唔係隱藏嘅政治陰謀，更加冇人手嘅加害。神喺幕後行事，佢要點樣做，完全係佢嘅主權。係嘅，有罪嘅男女當然都涉及喺呢一場秘密計劃中。我哋睇見佢哋喺度行動，然而佢哋仲係冇辦法主導整件事。以撒、雅各、拉合、何西亞、瑪利亞同許多其他人，佢哋只不過係處於更大計劃嘅幕前啫。我哋嘅任務係聆聽同尊崇神，而唔係主導事件嘅進展。或者我哋需要記得，冇人知道真正嘅故事如何演變，直到我哋離開呢一個舞台為止。